后来乡亲啊，南投日月潭有外来种的这个鱼啊，合作鱼虎，数量是愈来愈多。讲这个鱼虎生团的速度真惊人，而且真歹，会攻击其他鱼啊，甚至会咬人。讲真有可能是民众掠来放生的。专家建议县政府要赶紧掠这个鱼虎，要若无日月潭早晚会去用鱼虎规个霸占。日月潭的湖面看到咧喷水花，山内中鱼啊扑出水面，已经无尾啊，强要无开。里面我竟发现讲有5、6尾乌索索的鱼啊，伫日月潭内面游来游去。啊，是鱼虎啦！你看水斑即马上清楚。日月潭看到鱼虎数量愈来愈多嘛，愈大只。前不久有捕获，大概是14斤左右，但是那个应该算中型的，更大的应该是超过20斤，长度1公尺以上。鱼虎野关山地伫东南亚侵略性真强，会伫日月潭出现，怀疑是民众掠去放生。它在繁殖的时候太接近这个鱼球的话，新鱼啊就会冲过来咬人。天气热，或者是暖冬，拢有鱼虎生团的速度加快。专家提醒县府要赶紧来掠鱼虎，对大只开始掠，再搁掠细只，消灭鱼虎的毒素，免个搁再摊。若无日月潭早晚会去鱼虎占去，破坏生态。